来继续来看，昨有一道锋面通过南台湾，高雄市落大雨，小港机场有真侪所在漏水，毋那伫个涂骹放毛毯来蓄水，嘛伫个23号登机门的头前放滚下的渗水的纸箱啊。也毋过国际机场，这是国家的大门，出现这款的画面，游客拢讲真歹看。啊，小港机场讲已经进行着紧急的处理，对民众造成不便，嘛真道歉。 一卡纸箱啊，内底厝塑胶袋啊，放伫走廊边啊，阁有卖单本数的纸包，都惊会互当作是垃圾桶。原来纸箱啊，都是体内渗漏水。地点就伫高雄国际机场23号空桥的走廊。实际回到现场，虽然说今天南台湾是没有下雨的，不过抬头一看呢，在钢梁上确实还是有水珠，而地面上呢还放有毛毯，那么就是防止漏水的情形。昨方面通过南部地区，高雄一早起就上大雨，30档的小港机场出境的空桥甲3楼的大厅，真侪位所在拢有漏水。航空站面人员才用纸箱啊渗水，搁除毛毯。是讲国际机场的门面竟然是安尼，互游客看甲硬气。门面上可能就不太好，毕竟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机场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夸张一点？有一点，那样子也是会有人可能会踢到，对他没有周围应该要围起来。你乜仔哦，較無好誒，即係嚟叫我啦。呀，危險啊！係啊，不等。機場講漏水情形已經3檔，雖然有做防漏的工程，但係也是無法度完全解決，向民眾表示説明，馬講會進行緊急的處理。已經編列5800萬的預算，要來辦理國際航廈防水的工程，目前是在辦理規劃設計作業中。 今天天候条件允许的話，我們會先做緊急的漏水處理。站方表示，交通部將會開880億起新的航廈，提供國際線甲國內線來使用，安裝至2040年完工。是講國際機場竟然出現紙箱啊滲漏水的畫面，難免讓遊客感覺無啥適當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